来讲台积电的消息，美国总统川普7月接受媒体访问的时，讲到讲台积电拍算要对美国投资3000亿这个美金，等于是直接和这个川普强逼的加码。这个话一个讲出来，台积电 ADR 瞬间就败价，尾下败差不多将近3%，连带影响到今仔日台股的表现。是讲台积电表示讲，维持原来投资计划无变，是1650亿的美金。经济部长郭志辉被问到这个代志，讲敢会感觉这金额相关的时讲，这应该去问台积电。The biggest in the world, as you know, from Taiwan is coming over and spending $300 billion in Arizona, building the biggest plant in the world for chips and semiconductors. 美国总统 Trump 接受美国财经媒体专访的时，讲出台积电会伫咧美国投3000亿美金，相当于是9条台票去半导体工厂。消息一出，大家拢讲起，因为台积电一直拢是1650亿，今嘛直接和 Trump 强逼爱加1350亿。一开始会把关税会把一些相关的数字拉到天花板，然后后面再慢慢的降下来。那这就是一个谈判的技巧。台积电呢，可能也会踩得比较硬的情况下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会像房价一样，就是说，我房价现在不降价，但是多送你家电，就是会有一些你来我往的一些 bonus。香港市多空总司令的 Trump 话讲出来，虽影響股市，台積電嘅 ADR 雖跌落來，拜二跌跌3%，連累影響台股拜三開盤就跌217點，台積電開盤1130塊，跌大約1.74%。不過台積電回應，較原來設定嘅投資計劃同款是1650億，按照 Trump 所講嘅3000億，後續台積電嘅態度，咁咪直接影響特別公布的半導體關係。会觉得这个3000亿的有点多？我觉得这个我们要问台积电，好不好？好，问台积电。那台积电目前有了解？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不知道，这是台积电的问题。全球晶圆的大港龙头台积電最近是頭殼冇咧少，先了到內測，敢若是泄露公司的機密，另外閣有關係 Trump 等無確定的因素，任何小塊的動作攏會引起投資人的關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